Vibes。其實我討厭搬家，無奈這幾晚你很可怕。其實我最不瀟灑，但像師奶般吵架又益馬。仍懷念密雲中手挽手選購花灑，何必叫聖殿最後沒完呀？你當放我一馬吧，我想很高貴地分手，揭穿你怕有時很醜，才趁你再放大假還有裂過，無聲將貓帶走，你剛剛出發就搬走，要走進這個逃生口，留到尾，害怕共你拔出的兵器沒法收。睇上過你的手球，但後段明白享受。多溫馨也試過，但代價是自由，甜蜜變成沒法再欣賞。當中的那細節，現在別問，等老一點以後，等你不生氣後，才告訴你我心碎裂時候，我想很高貴地分手，揭穿你怕有時很醜，才趁你再放大假還有裂過，暗中將貓帶走，趁這刻的你在北歐，我將書枱亂路搬走，但看見共你合照為何突發內疚？其實我已沒有包袱，大些細語我就夠，我們共有的經已達盡頭，現在亦別當好友。大家好啊，歡迎嚟到山 check 音樂會啊！咁咧，我諗你哋可能未必認識我噶啦。咁我係之前都係有做過山 check 嘅主持，又叫 Michelle 啦。咁所以如果你想睇翻我之前有做過嘅主持嘅片咧，你記得要睇翻我哋嘅 channel 啦，記得要 subscribe。咁但係咧，你唔識我唔緊要嘅，最緊要認識隔離5位嘅型男型女。咁你哋如果知道上一個月啦，我哋有開到喺麥花臣嘅一個 Dears and Tears 咧，咁其實佢哋5位成員咧就係其中5個嘅演員之一啦。咁我哋俾啲掌聲先，因為上次真係好好睇啊！咁我覺得你哋都要循例介紹翻自己嘅。Hello， 大家好，我係玉兔。Hello， 大家好，我係彤彤。Hello， 大家好，我係 Kala。Hello， 大家好，我係 Suki。Hello， 大家好，我係阿康。好嘢！
佢哋未認識我之前呢，其實我已經認識咗佢哋5個先㗎啦。因為其實我上個月呢都有特登喺樓下嗰度有睇你哋嘅 show 嘅，因為我都係之前 DS&TS 都有第一屆都有出過嚟唱歌。咁我覺得佢哋真係表演得好好，同埋真係好感動嘅，有好多位都咁。同埋令我最深刻呢，因為講起 Suki 同阿康呢，我就諗起其實我 DS&TS 上一次最深刻嘅位就真係佢哋嗰陣時唱戀愛腦之死嗰陣時嗰個拉鋸戰啊，即係嗰個情感啊，嗰個戀愛嘅感情個拉鋸戰呢。跟住我真係覺得嗰下係好 touch 到自己，因為嗰一下就係覺得哇，而家其實整個年代啊，或者其實成個我哋講緊拍拖啊，其實都係好似喺嗰個循環度啊，即係你由相識跟住相愛，跟住了解咗自己之後呢，你就會發現咦唔啱喎，咁唔啱呢，就會互相傷害，或者最後去到分開，即係不斷地係一個循環咁樣。咁所以呢，今日都好開心啦，邀請到你哋5個過嚟啦，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呢，其實真係一個大 topic 嚟嘅。如果要講呢，真係講唔晒。咁所以呢，真係想知道，尤其是而家都差唔多情人節啦，咁我哋都俗語都有話啦，愚人節就攞嚟表白，情人節就攞嚟分手嘅。咁當然啦，咁我哋就唔係講啲好 sweet 啊嘅嘢啦。咁其實我哋都想睇下，如果你話可能真係分手啦，咁我之後要點樣做呢？或者我哋喺一個心理狀態點樣調節啊？甚至我去重新去 pick up 翻一個新嘅戀愛嘅時候，我哋嗰個情緒青年人啊嗰個情緒個轉變會係點樣呢？咁所以就邀請咗你哋過嚟啦。咁我拋磚引玉先啦，因為我自己覺得點解話情人節特別多分手呢？其實我覺得唔單止情人節嘅，即係我覺得喺聖誕啊，即係啲大時大節呢，你好容易睇到另一半嘅細微位嘅，即係例如你會知道佢會唔會特登話book間餐廳啊，好有心思啊，或者會唔會可能買份小禮物俾你啊，俾個驚喜你啊，咁你就會發現，或者你就會開始喺度衡量啊，其實你自己喺人哋個地位度會唔會係好高啊，定係點樣？咁所以通常呢啲咧情況底下呢，如果佢冇做到樣嘢，或者做少咗樣嘢呢，咁就會令到好似唉，你都唔擺喺我個心度㗎，咁樣，所以就會可能好容易分手。分手呢樣嘢呢係痛苦啦，即係無論係被分手又好，或者自己想分手都好。我想問個問題先，我想問下你哋其實對於分手呢，呢個動作啊，呢個行為，你哋會 prefer 係會中意即係面對面直接3口6面講啦，即係去傾啊，定係抑或是係我會選擇想逃避，即係可能懶對待，或者我可能我係即係諗住隔住個電話，你都知而家媒體好發達，用個手機你咩都講得㗎嘛，咁你係諗住用電話去講定係面對面講會好啲呢？即係年輕人嘅角度嚟睇。我講先啦，因為我覺得其實如果兩個人相愛嘅話呢，我覺得你真係為對方好，或者係想呢段關係一個好嘅完結啦。咁我覺得係當面講會好啲，因為而家可能好多人會喺WhatsApp 啊，或者係個 IG 嗰度同對方講我哋拜拜啦咁樣。咁其實係嘅，即係呢個當然係我一勞永逸咁樣就講咗就可以 block 咗對方，又唔使再見。但係我亦都覺得面對面其實有好多我哋見到嘅嘢，可能我哋會見到對方嘅表情啊，見到對方當刻聽到嘅真實反應，係我哋冇得就咁 send 幾個 message 俾佢就會見到。所以我覺得面對面係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想知道對方知道呢個結果嘅時候究竟係咩反應，咁從而令到我哋可能究竟我做呢個決定啱唔啱呢？或者係大家先可以有一個好好嘅時間或者空間去到溝通，究竟我哋結束咗之後點，或者我哋應該點樣去結束呢段關係，而唔係就咁我 send 咗段 message 俾你，然之後就拜拜咁樣，就好似一個通知，就唔係好似商量咁樣咯。因為我覺得呢一個方法呢，都係我覺得係一個成熟嘅表現嚟嘅。因為始終即係雖然大家好細個，未必知道成熟係點，或者其實你每一段嘅關係都會令到自己有進步。咁但係我覺得面對面講，如果你真係有心去維繫呢段感情啊，即係如果係一個健康嘅戀愛模式啦，即係如果你係覺得嗰個分手嘅原因其實係可以傾翻出嚟去解決嘅話呢，我自己就中意面對面會講會比較好啲嘅。咁女仔呢？女仔美女們，你哋有冇啲乜嘢諗法？你哋 prefer 面對面定係？反而我係會揀 send message 咯，即係因為我覺得呢，如果真係覺得大家都唔適合，或者你想真係自己一個過可能會覺得好啲嘅時候，
我覺得一刀斬會係最好咯。即係可能你同佢講咗，即係佢可能都會想挽回，但係當你好一致咁覺得你肯定咗你要自己一個過嘅時候，就唔好再有啲咩拉扯咯。即係如果真係面對面講嘅時候，就可能對方又會話：哎呀，我唔捨得你，或者其實我可以改嘅，有啲咩唔好。但係當你決定咗，我就覺得唔好再咁樣拉扯，所以我就會選擇 send message 一刀斬咗就算。同埋面對面就即係好容易會俾佢情緒拉翻轉頭，即係如果你係好堅決要去斬斷呢段關係呢，即係反而又真係可能隔住個電話，或者可能甚至講都唔講，即係一嘢就執包袱走呢，就可能會即係會仲快啲，因為你起碼唔會俾個挽留嘅機會佢，因為既然你個關係係真係我唔想再繼續落去啦，咁你面對面你自己會心軟噶嘛。咁同埋你可能分手有好多原因啫，即係你可能係健康噶嘛，或者如果佢係恐怖情人呢，咁點算呢？咁所以我覺得都係一種方法嚟嘅。咁所以因為我都知道玉兔佢揀咗呢一首歌呢，咁佢其實我都想了解下你嘅諗法，因為佢就揀咗首Moon Tang嘅趁你旅行時搬走啦，咁都好直白噶啦，佢講嘅意思，你反而用逃避嘅方式喎，咁你對於呢一樣嘢，你係咪都係咁樣諗啊？同首歌其實呢，我就覺得好因人而異嘅，即係都好似你啱先所講，其實每段關係都有可能佢係恐怖情人，或者佢係一個好健康嘅關係。咁樣佢哋分手嘅形式，我就覺得，當你知道佢會打人嘅時候，咁我梗係唔當面見佢啦，係咪先？我等人去到要同佢講分手，等人窩到我入醫院，咁啊仲大鑊咁樣。咁當呢啲情況底下，我就會可能即係接受到我直接 message 佢斬清所有嘢，我哋以後都唔見啦咁樣。咁如果係一啲好健康嘅關係，真係大家都好似阿康咁，真係愛對方嘅，我覺得係有必要商量下，俾即使係最尾都分開都好，但係都可以俾一個意見對方，可能對佢哋以後嘅戀愛更加有幫助咧咁樣。咁所以我今次揀呢首歌，其實主要係因為我覺得佢呢首歌好講到關於對恐怖情人或者係即係好想一刀斬嘅呢種嘅分手關係，咁所以我覺得呢首歌都幾有意思咁樣。平時咧分咗手之後啦，就多數都會比較多係專注喺自己方面，即係因為每一日都仲會繼續去即係發生啦，你都要繼續做自己嘅嘢啦。咁咧，如果去專注多啲喺自己度咧，諗少啲對方咧，好似係 work 啲嘅。即係我唔知咁樣算唔算係逃避啦，但係我覺得係幾 work 嘅。逃避不可恥，放心。不過逃避都係一個選擇嚟嘅，即係應該係話俾時間自己去唔好諗嗰樣嘢，我覺得都好緊要。即係好過你成日轉喺嗰個死胡同嗰度，你不斷地去消化唔到，諗唔到，咁不如我逃避啦，即係做咁，即係可能做下其他嘢，擺翻個重心喺自己度啦。咁仲有冇其他特別嘢可以即係話俾啲青少年聽，就係分手唔驚嘅，唔使擔心，即係你可以慢慢去調整嘅。時間沖唔洗得到呢？你覺得？我覺得其實分手呢，一定係一個好艱難嘅決定，即係無論係被提出者或者係提出嗰個，其實大家都唔容易，即係要做呢個決定。咁但係我覺得一個咁唔開心嘅結果啦，咁我哋第一時間係即係唔好逼自己話點解我係咪做錯啲咩，或者係令到呢段關係我哋導致到我哋分開啦咁樣，而係我覺得應該要先照顧好自己，即係好似 Suki 講，我哋要take care 多啲自己，因為我哋即係一齊嘅時候就有兩個互相照應，然之後但係當你突然之間嗰一下你變翻自己一個嘅時候，你會覺得個孤獨感會好大，所以你就會好想揾好多原因去點解佢要同我分開，或者點解我哋呢段關係唔可以繼續。咁但係發生咗就係發生咗，我哋亦都要去問自己，就係究竟我哋喺呢段關係我哋可以得到啲咩呢？當然唔可以逼自己話我要一定好快時間去適應，或者我一定要逼自己我唔得，我聽日就要忘記晒所有嘢，冇可能嘅。咁但係 at least 我哋要揾到自己究竟我回復單身啦，即係我唔再喺一個relationship 入邊嘅時候嘅我自己究竟係點嘅樣呢？我究竟有啲咩係可以我自己都可以
開心嘅嘢呢？唔一定可能有另一半陪我自己或可以參加啲活動啊，或者自己嘅興趣，令到自己個重心掌握翻喺自己度先，而唔係喺個伴侶度。咁我哋先至會慢慢可以 get through 到呢一段咁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好難過啊、好抑鬱嘅時間。咁同埋最緊要係時間，即係任何嘢都冇得話我有個magic， 即係好似哈利波特咁樣，就講一句就可以冇晒。咁即係一定要時間嘅。我老實講，即係老土啲咁講，所以就俾時間俾自己去處理下自己情緒咯，然之後慢慢咁樣去行翻自己嘅生活度咯。我覺得講得好好，好似已經講晒今日想帶出嘅主旨。不過 anyways 呢個就真係呢個係一個可行嘅做法嚟嘅，咁但係當然都一定要用時間去做啦。咁但係即係可能褪翻轉頭啦，即係我真係可能我係 break through 唔到呢一個即係呢一個唔記得咗嗰個 barrier， 即係我過唔到呢一關，咁其實我會不斷地好唔開心噶嘛。即係你喺唔開心嘅時候，你都要接納自己，你會有呢啲負面情緒拋出嚟咯。咁因為我即係雖然同你哋唔係爭好遠啦個年紀，咁但係可能喺嗰個戀愛嘅年資上面可能會多過你哋啲嘅。咁我自己可能真係好唔開心嘅時候呢，即係我反而我好唔開心，先唔好講後話啦。即係我連自己而家當刻嗰個情緒我都控制唔到嘅時候，我已經諗唔到我點樣可以即係去為自己，即係點樣去保護自己啊，去擺翻一個重心嘅自己。即係可能喺唔開心嘅時候，我自己可能會揾朋友傾咯。即係我可能真係冇，因為你自己單身寡佬啦，一個人變翻自己一個嘅時候，你冇一個情緒宣泄嘅渠道，咁我就會喺呢個 moment 一係揾朋友咯，再唔係我就可能真係會好似彤彤咁樣，可能真係用聽歌啊，即係我好中意自己聽翻啲即係同自己啱 vibe 嘅歌噶嘛，即係我好唔開心，我特登中意揾啲硬係要揾啲好唔開心嘅歌一齊聽，即係好似感覺上同自己 align 翻，即係個情緒，即係我冇理由喺度聽皆大歡喜噶嘛，即係我失戀嘅時候，係咪？咁我一定係會揾翻啲同自己係嗰個當一刻情緒好吻合嘅歌我嚟聽，即係你瞓下都好啊，喊下都好啊，即係最緊要你揾到個宣泄嘅渠道。咁我自己就咁樣嘅，咁所以我都知道彤彤係帶咗首歌過嚟，不如將個台交俾彤彤。傷心襯托你的傷心，尷尬身份給你慰問，同時做失戀者也好，我與你都總算襯。你的開心，我會故作開心。只將一公尺遠近，只怪自己口不對心，更怕你開始過敏。無情人做對孤錯，暫時渡過坎坷，苦海中不知獨處，至少互相依賴過。人路裏穿梭，在旁為你哼歌，你永遠並非一個。無人時別離親疏，二人暫借星火，這分鐘仿似伴侶，至少互相依
我揀嘅嗰首歌就係《孤雛》啦。咁我覺得呢首歌呢，其實就大部分有好多人分手嘅原因都可能有陣時係覺得即係唔信任對方，可能覺得對方有第三者咁樣啦。咁可能就會突然之間你唔知到底邊個先係正主，即係可能你覺得你自己係正主，但係其實對方先係正主嘅時候呢，就會變咗個水泡啦自己。咁你就會聽翻呢首歌，你就會覺得哦係喎，即係真係你有啲咩唔開心啊，或者有啲咩特別嘢先至揾我咁樣，就唔係真係有啲咩開心嘢，咩嘢都同我分享咁樣，而係即係當你係一個情緒嘅垃圾桶，有啲咩就掉過去俾你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呢首歌喺分手嘅時候聽應該都好適合，即係就會令到自己更加唔開心，喊完就會冇事噶啦。係啊，喊好緊要咯！你好似都聽到就嚟喊咁。我又冇聽到就嚟喊嘅，但係啱先你話喊好緊要，其實都係真嘅，即係我覺得咧開始即係年輕人嘅戀愛就好熱氣，但係即係我身邊啲朋友反而就都算成熟嘅，即係大家都會好留戀過去嘅戀愛咁樣啦。咁佢哋即係一路都想 keep 住，即係人哋會想即係 keep 住有 contact 啦，即係好想你快啲即係揾我。點解好似即係佢 expect 嘅分開，可能就係大家做翻朋友，但係其實人哋唔想咁樣，佢就會 expect 好想人哋快啲揾我，快啲揾我咁樣啦。但係未必會係咁樣。係咯，最尾會咁委屈求全啫，即係嗰一種感覺就係即係你喺社交媒體 social media 度見到對方，你見到哇人哋同你散咗，過得咁開心，你又唔抵得喎，咁你又要跟住呢，明明你自己唔開心，你又要跟住佢 po 個好開心嘅 story， 跟住又要扮到自己好開心呢。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不甘嘅情緒嚟嘅。咁但係當然，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同啱啱唱嗰個孤雛啦，因為我自己個感覺就係分咗手之後。我係好放唔低，咁我雖然知道你過得好好，但係我都希望你有啲咩事起上嚟嘅時候，你可以揾我，因為我會一直都喺度嘅。咁但係你都難免會有嗰種孤獨感喺度嘅，因為你自己嗰個寂寞情緒，尤其是你分咗手一段時間，即係你開始已經回歸單身，應該咁講，你開始接受得翻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呢，可能你嗰啲唔開心啊，或者好嬲啊嗰陣時嘅情緒呢，已經喺頭一階段已經發泄完㗎啦，基本上我冇就冇咗，但係可能突然之間 pop up 咗出嚟就係一啲寂寞啊，好空虛啊，好灰啊，好似做咩都提唔起勁啊，跟住之後好似呢個世界冇人幫到我啊，我自己唔知自己做啲乜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不甘嘅情緒都會有喺度嘅，仲係。咁我哋啱啱都聽完彤彤嗰首孤雛啦，咁其實佢都係講話我希望你有需要嘅時候揾我。咁我哋不如又聽下 Carla 佢又帶咗一首完全係相反嘅，反而就係話我有需要嘅時候會希望你喺我身邊，或者我有啲咩冬瓜豆腐嘅時候，你就要係第一個知嘅人。咁我哋不如就俾咗 Carla 唱呢首歌先啦。傳來法語問你是我的家屬吧，原來我已自那白浪之巔墮下，明明分開為何打這號碼，你可會很不解我怎不刪了它，我知不該，但是不該，在某種流亡的愛千里之外，聯繫還是已在。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問你可肯即夜趕搭通宵客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在無人以後來煩住你，若覺得將這責任交住很離奇，是我自私今世最後騷擾的人兒，只想是你。誰聯絡你？若我在某冰川遇難，然而教你苦痛亦算
雪黑色浪漫，甜蜜那陣時關掛日子，總講到大淚眼。誰料情感無常，這假設太簡單。你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問你可肯即夜趕搭通宵客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在無人以後去牽絆你，若覺得將這責任假住很離奇，是我自私今世最後騷擾的人，只想是你，必須是你，很想被念記，即使淡淡微微，就算在心亦被嫌棄，都想借遺言說好想你，可惜最尾未夠運氣一起。有沒有一絲，要是我今晚話到嘴邊打住，早變陌路人，常有幻想是大忌，這號碼應該長眠於手機，就算死亦別再騷擾你，若覺得這惡作劇真的很頑皮，在告別式給我帶淚奔喪的情人，只想是你。咁我哋啱啱都聽完 Kolor 唱緊急聯絡人啦，但係呢，好好聽，但係緊急聯絡人嘅呢個方法呢，其實真係好自私嘅，即係我覺得唔得咯，成件事。唔係，其實係我 prep 呢隻歌嘅時候呢，我有代入過呢個故事去諗嘅，即係點解佢去到最後會用到死呢一個方法去問，究竟我死嘅時候你會唔會肯為咗我而趕過嚟去參加我嘅，即係陪我行最後一程啦。其實我相信佢可以去到呢個境界，應該係已經用咗佢做到嘅方法，佢試過佢可以試嘅嘢，佢亦都做咗佢可以做嘅嘢。咁但係對方都仍然係冇動容啊，即係佢冇俾反應你，所以先要用到死呢個方法去逼咯。我覺得呢個係個藉口。嗱，即係家庭觀眾唔好學，即係唔好用死嚟要挾大家，即係唔好要挾另一半。我覺得嗱，唔係唔得嘅，但係我覺得咁樣好自私。因為咧，啱啱有聽到玉兔講咧，佢話佢好反對呢首歌嘅。我想聽下你個諗法，你做乜突然間靜咗？係咯，點解咧？唔好意思，Gareth T 嘅歌迷唔好意思啊。即係我覺得呢首歌係真係，我覺得都算自私嘅，因為即係喺一段關係入面，唔可以話你要強求你就擁有噶嘛，即係。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係啦，咁就真係咁，所以係有時候要放手嘅時候就要放手，因為我相信每一段關係，即係你要再見到佢嘅時候，一定會再見㗎啦。但係如果真係當最尾一刻，即係你離開人世嘅時候，佢都唔見你，咁即係證明我覺得未去到即係有緣咯。即係你有嘅話就會點樣都會用一個特別嘅方式翻嚟噶嘛，即係你冇辦法去強求一個人要跟住你個 flow 去行咯，即係呢樣嘢係做唔到，因為大家都係 independent， 大家都係獨立嘅個體嚟噶嘛，即係反而即係呢一種可能每個人嘅諗法唔同啦，即係可能對於 Kolor 嘅角度嚟睇就係我真係好中意呢個女仔嘅，我中意呢個另一半，我真係好希望我喺有啲咩事嘅時候你會係第一個知，咁但係同時間就係why not 唔將呢一樣嘢即係試下慢慢放低，因為有陣時你捉住佢你更加辛苦，即係你反而你會更加會喺呢個分手嘅死循環入邊走都走唔到，即係你會喺一啲唔開心嘅情緒。咁如果真係唔翻嚟揾你呢，咁我俾你見到佢啦，咁你又點呢？你做得啲咩呢？咁你都已經離開咗啦，呢個人世啦，咁樣。所以呢隻歌其實佢唔係想要一個結果咯，佢只不過係想要一個答案咯，因為佢都已經去到死呢一步啦，即係無論你出現與否都好，其實都改變唔到個結局咯。即係純粹係想要一個答案咯，就係到底你仲會唔會 care 呢樣嘢呢？定係已經係絕到連死都覺得冇呢個需要呢？咁樣。但係又咁講，因為如果你話真係要揾個答案出嚟，咁俾你揾到個答案出嚟又點呢？即係俾你真係揾到佢啦，你知道咗究竟發生咩事啦。
或者你揾到最終你想知嘅答案。咁 so what？ 其實我覺得即係人人唔同啦，但係其實我覺得有時得到你想要嘅答案咧，係嗰個所謂嘅感情嘅宣泄點，即係可能有人會喊啊，有人聽歌，咁但係有時當你答案都唔知嘅時候，其實你分手嗰下你係好迷茫嘅，即係你除咗唔開心不甘之外，其實你更加想要嘅就係點解會行到呢一步呢？即係我想要個答案，我想知道點解。咁可能個答案收到翻嚟嘅時候唔係你想要嘅嘢，但係嗰個就會係你情緒宣泄嘅點咯。即係你可能收到個答案之後你好唔開心，之後可以因為呢一個答案然之後爆喊，將所有唔開心嘅情緒、負面嘅嘢全部放晒出嚟，反而係因為呢樣嘢令到你個人放手放得更快，即係更加容易喺嗰一個死胡同入邊走翻出嚟，因為你已經有答案啦嘛。即係你知道大概知道點解會行到咁嘅時候，你就反而更加會釋懷咯。我覺得，所以答案對我嚟講係有啲重要咯。我覺得你講緊嗰樣嘢，正正就係 Suki 等陣間會唱嘅一首歌啦。咁嗰首歌就真係話咗俾大家聽，就係其實即係離別都可以好好地離別，或者我可以好好地即係同一個人 say goodbye。咁因為就係知道答案好，唔知道答案都好，即係但係你會知道就係如果你哋有緣嘅話會再見咯。咁所以就不如將個台交俾 Suki 啊。離別這刻都不算早，仍為這刻感恩碰到，仍舊記得彼此最燦爛的笑就最好。臨別要通宵細數，如同共你山頂看到燈火的光芒太耀眼，預祝你安好。任作品如何變，任角色如何演，共你到經歷長大，長大之後更珍惜。再見，從未隔住我倆和往日想念。答應我嗎？承諾會再見好嗎？發誓過能仍舊赴約，不說大話，無論再隔幾遠也到訪吧，都算團聚對嗎？一定某一天到某海邊一起數細沙，等到嗎？流浪遠方的一個島，凝望晚空的星宿高，重現美好的一切，若你相信就看到。無論你生於哪裏，離愁別緒好比證據，都寫進荒唐歲月裏，回憶有一對。受過旁人成見，遇過麻煩危險，共你到相信分別之後互相找蛻變，迎面每段再見，亦都像試煉。答應我嗎？承諾會再見好嗎？發誓過能仍舊赴約，不說大話，無論再隔幾遠也到訪吧，都算團聚對嗎？一定某一天到某海邊一起數細沙，等到嗎？記得要倔強，記得要敢去幻想，來面對人漸長，何謂離開這種憂傷？說說笑笑來面對再見好嗎？卻是太難制止，淚會不禁落下，寧願我有哭過也算好吧，不知麻木了嗎？眼淚有一天變你身邊，紛飛
喂，Suki 你真係唱得超多喎！多謝你係咪有古仔聽啊？快啲傳授下你啲經驗俾我哋啦！其實我都唔係好多經驗嘅，但係呢，再見有時都的確係 from 我一段經歷而令到我想唱呢首歌俾大家聽嘅。咁呢，我上一任呢，其實係我哋都相處咗4年嘅。咁之後呢，就發覺可能有啲時候真係有啲方向上有啲唔同，再加上就係經歷咗嗰段升大專嗰段呢，就令到個價值觀我又唔同咗啦，就可能未必真係適合繼續行落去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係咁樣嘅話，咁不如試下分開去發展呢，可能會更加理想嘅。咁所以就唔好再綁住大家啦，不如大家和平分手咁樣。係。哇！咁呢一首歌真係好對題，因為咧啱啱聽完 Suki 唱之後咧，我自己好中意其中一句歌詞嘅，咁就係共你都想像分別，分別之後互相怎蛻變，迎面每段再見亦當場試煉。即係我覺得呢一句嘢就其實好扣連到我哋今日成個主題，因為我覺得即係分手就好似一個學習嘅課題咁樣咯。即係如果係好唔開心嘅，咁但係只不過就係如果你真係當佢係一場試煉呢，去即係再去裝備自己啊，再去做個蛻變嘅話呢，其實你係可以即係活得更好，甚至你可以揾到一個更加好嘅人。咁所以我都知道 Suki 都係暫時啦，暫時希望之後陸陸續續都有，暫時係其中一個密運中嘅。有密運中嘅對象咁樣，咁我諗你應該都有啲成功嘅案例或者成功嘅故事啦。我覺得呢一段關係點樣可以長久啲呢？其中一樣嘢就係要揾到對方嘅一個閃光點，而係其他人冇嘅。係，即係譬如我而家呢一任呢，我覺得佢係真係好細心啦，亦都好 warm 啦，好為我着想啦。好多時我追夢嘅時候，佢都會好撐住我，而呢樣嘢可能其他人係未必會俾到我嘅，所以我就一直同佢一齊，暫時差唔多2年啦。哦，哇，好 sweet 啊！希望你可以繼續 sweet 落去。但係我反而想知，因為咧通常你分咗手啦，咁你單身緊㗎嘛？咁你通常習慣翻單身嘅時候咧，或者你可能以前你有啲過去唔好嘅經歷，尤其是你講緊嗰種唔係即係背叛喎，即係你嗰個係真係價值觀唔同。其實你點樣可以有翻呢個勇氣去重新去戀愛上一個新嘅人呢？即係我覺得呢樣好難嘅，因為始終尤其是如果你真係用三觀呢樣嘢，或者你真係去諗一個好長遠嘅愛情，其實係好難去做到。但係我覺得你好犀利，即係點解可以有呢一個勇氣去重新 pick up 翻㗎？我覺得與其話我好犀利呢，都來源於另外一半嘅，就係另外一半俾到嗰種安全感咯，係。同埋我覺得都真係要消化好前面嗰段關係，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先嘅。咁但係前面嗰段關係就發覺其實真係唔係大家做錯啲咩，係純粹唔夾嘅時候，咁咪試下揾個夾嘅人咯，再係。即係都係不斷地去即係嘗試去揾新嘅人，同埋不斷地去諗自己要啲乜嘢咁樣講。不過翻嚟。我又有想問下大家一條問題啦，即係雖然好老土嘅，但係咧就咁舉手得，或者就咁feel free 去講啦。其實大家會真係 prefer 想我重新 pick up 一段戀愛嘅時候，其實我自己會想比較真係一見鍾情多啲啊，定係我會開始選擇用一個真係日久生情，我認識多啲對方，我先去開始一段新嘅關係呢？因為我自己拋磚引玉先嘅，我以前咧就覺得後生嘅時候就一定係一見鍾情㗎啦。咁因為始終就係你望到邊個靚仔邊個靚女咧，咁或者可能表面上睇下佢幾下，又覺得好似幾好喎，幾傾得喎，咁樣就同佢一齊先慢慢了解，覺得自己仲有時間啊嘛。咁但係真係耐咗，我發現或者經歷咗咁多段，唔係咁多段，唔係好多嘅啫，即係經歷咗啲愛情嘅經歷之後，你就會發現其實反而日久生情對於我嚟講會更加適合嘅，因為起碼你真係擺咗心機、擺咗時間去了解咗一個人先，咁跟住之後投其所好又好，或者佢投我所好都好，即係大家了解咗真係OK 啦，大家先可以互相勉勵，個感覺上會更加健康咯。我唔知你哋點樣諗啦，即係如果再後生少少嘅你哋自己點樣諗？最後生嗰個講下咯。做咩 Q 我？做咩 Q 我？我嘅話呢，其實我講就話一見鍾情啦，但係其實真實嘅話呢，就應該係我係一個好難先真係完全信任一個人嘅，
即係可能我話哇，我真係一見鍾情，我覺得佢真係好靚仔，我真係勁中意佢嗰啲啦。咁但係呢，比較呢一樣嘢，我會係即係可能傾偈當中，我會有好多嘢去睇下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即係會可能傾咗幾個月，我先至我覺得應該都可以，我先至會去確定我會唔會想同佢一齊咯。即係講就話係一見鍾情，但係應該就係日久生情嘅，對我來說的話。男孩子呢？男孩子有冇咩諗法？阿康啦，我知你轉頭都帶咗首歌俾我哋嘅，我諗我想聽下你嘅諗法係點樣。我自己 personal 咧就係 prefer 日久生情嘅，係啊，因為我覺得所有嘅關係都一定要即係離唔開了解咯。即係如果我對一個人，我對佢冇了解，可能因為一見鍾情嗰個玩法就係嗰個玩法。我覺得我見到一個好靚嘅其實都唔係一個對象，因為我淨係見到佢嘅外貌。咁其實佢可以唔一定係一個人咯，可能係一個雕像，可能係一個玩具。其實我全部都可以一見鍾情。咁但係我哋全部呢啲透過睇外表、睇樣嘅呢一啲嘅審美而吸引到我哋咧，我覺得係唔長久嘅，或者唔可以 long lasting 到。咁真係要透過了解一個人，可能我哋嘅價值觀好相似，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可能覺得哇，佢個外貌、佢個外形真係好吸引到我。咁但係我哋個價值觀完全唔同嘅，咁都有好多呢啲。咁所以一定要我覺得即係我唔係覺得外貌唔重要，但係我覺得一定要透過時間去慢慢了解，先至可以兩個人真正可以融合，或者係好持續咁樣相處相愛到咯。即係透過了解呢樣嘢。咁而我覺得要日久生情，先至會有了解呢一個部分。就係因為你要夠了解對方，你知道佢想要啲乜嘢，咁你先會真係好似你轉頭唱嗰首歌話齋，就係願我可花足一生和你甜蜜，你會更加願意去繼續同佢去即係攜手向住更長嘅路去走咯。咁所以不如就交個舞台俾阿康啦，而家。好。聽收音機，偉大的穿梭機，在某刻寫入雲層，無非為我在宣佈，人類不該獨行。當天你在哪處？當天我共寂寞勝過相處，那未來在下雨，但雨中有預言說，願我可花盡一生和你甜蜜，再走到100歲那知輕場合，用幾代韻律再聽一遍動盪時日。願你可不管出生在哪年份，每一生都會有個完美名分。當地球在震，大氣層重生，無論共我在哪星體，都可接一吻。當天你在哪處？當天我步伐共你永不遠，鐵路橫越鬧市，在耳邊有部情書。願我可花盡一生和你甜蜜，再走到100歲那知輕場合，用幾代韻律再聽一篇動盪時日。願你可不管出生在哪年份，每一生都會有個完美名分。當地球在震，大氣層重生，無論共我在哪星體，都可接一吻。
願我可花盡一生和你甜蜜，每一生都會有個知興場合，用幾代韻律再聽一篇動盪時日。願你可不管出生在哪年份，每一生都會有個完美名分。當地球在震，大氣層重生，無論共我在那星體，都可接一吻。好 sweet 啊！啊！循例都要分享下點解會揀呢一首歌做你嘅飲歌，我會話飲歌。因為其實呢首歌大家都聽到啦，佢啲歌詞呢其實真係好鬼直白，即係我哋如果用翻呢啲歌詞呢，用口語同我哋嘅另外一半講，或者同我哋心愛嘅人講呢，其實係好鬼肉麻嘅。咁所以呢，變咗我哋將嗰一啲內容轉咗做呢首歌嘅時候呢，即係所有嘢都變得好自然咁樣唱咗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其中一個好重要如果相愛嘅時候啦，好重要嘅一個位就係我哋要勇於去表達我哋嘅愛俾另外一半聽，即係甚至乎唔係我哋嘅男朋友女朋友啦，係可能係屋企人啊，或者係朋友都好，即係我哋有一啲愛意嘅時候，我哋就要勇敢啲去表達咯。因為我哋呢首歌嘅歌詞咧，如果用我哋嘅口語去講嘅話咧，會好肉麻嘅感覺。但係我哋做人咧，有時要內斂啲，即係我哋唔可以咁下下都咁肉麻㗎嘛，係咪會嚇親人有時候？咁所以咧，變咗有個好嘅方法就係我哋可以透過唱歌啊，即係我覺得因為啲歌詞就喺晒度啦，即係就係我想要表達嘅嘢，就係同你講，喂，我想用一生嘅時間去同你一齊去好 sweet 咁樣過。咁所以就呢啲係如果平時講唔出口，咪攞首歌去唱出嚟俾另外一半聽咯。咁所以我覺得用自己嘅方法啦，去表達你嘅愛俾你心愛嘅人聽，就好好多。同埋咧，因為我都好認同咧，即係你要去勇於去表達自己，因為呢個都係其中一種我哋叫做即係點樣去建立翻一個健康嘅即係戀愛模式啊！即係好似啱啱如果你話即係嘗試去表達愛啦，即係當然我哋可能亞洲人嘅角度就真係要內斂少少，就可能愛未必會下下講出嚟嘅。咁但係呢一種都係其中一樣嘢，我哋真係要去。即係如果對一個戀情我有個盼望，或者我真係希望可以長遠都落去嘅話，其實的而且確，即係呢一種都係一個健康嘅走勢嚟嘅。尤其是即係當喺呢個世界好多一啲嘅唔同誘惑啊，即係唔同一啲好多吸引你嘅眼球嘅嘢嘅時候咧，好容易會 outflow 咗，或者你係揾唔到自己想要啲乜嘢。我想問你哋其實自己心目中個理想型有冇話自己想？希望另一半會係乜嘢嘅狀態 ？Suki 就講咗㗎啦，因為我諗佢而家覺得好幸福笑到咁樣，係因為佢揾咗佢啱啱佢另一半俾到好大安全感佢啦，好信任得過佢啦。咁我覺得安全感好重要，但係有冇啲乜嘢可能真係理想型入邊，或者真係我自己心目中我缺失咗嘅一部分，我自己想去攞翻嘅？我自己覺得。即係我嘅理想型啦，我覺得係要生活模式要相似嘅，即係就唔係話我要邊一種外形嘅女仔，或者係邊一種興趣，而係我覺得生活模式，因為我係比較傳統嘅，即係我覺得拍拖就可能係拍長拖，或者係可能拍得好就繼續落去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咁你當然要面對一個位就係一齊生活。即係就算我哋唔係同居都好啦，我哋可能一齊出街，一齊可能去旅行。其實好多呢啲生活上面嘅嘢要磨合。咁如果我覺得我嘅理想型同我嘅生活模式係貼合到，即係佢嘅生活習慣同我嘅習慣有相似嘅話，咁大家就會少咗好多需要磨合嘅時候啦。係啊。
咁樣好，我都覺得生活模式係好緊要，因為你如果始終你諗住我要拍一個比較長期啲嘅拖，或者我真係諗住同佢去係真係想去到最後嘅話，的而且確真係嗰啲叫相見好同住難，即係你大家嗰啲生活習慣啊、生活模式啊、文化差異都唔可以爭太遠先可以嘅。咁但係即係可能而家呢一個 moment 我未必諗到我自己嘅理想型係咩啦，咁但係我覺得可能真係要透過可能呢一啲嘅經驗啊，或者我真係愛情嘅經歷啊，真係好似講到我用愛情嘅一個經歷嚟做一個試煉，去了解更多自己又好，或者我了解係咯，最緊要係了解更多自己想要啲乜嘢，咁從而就係我更加愛自己嘅時候，我先會知道我究竟想要啲乜啦。咁所以去到最尾，即係雖然呢個 topic 真係講極都講唔完嘅，但係我哋留翻下次再講啦。咁所以最尾一次啦，我都希望我哋都可以帶到最後一首歌送俾大家。其實呢一首歌唔單止係可以唱俾另一半聽，其實更加重要嘅係你都要唱俾自己聽，因為愛自己先係第一步，跟住再去愛人哋咯。咁所以就送俾大家最後一首歌，就係喜歡你。細雨大風滲透黃昏的街道，無退於水，雙眼無辜地仰望，孤單的晚燈是那傷感的記憶，再次泛起心裏無數的思念，以往片刻歡笑仍掛在臉上，你此刻可知是我衷心的說聲喜歡你，那雙眼動人，笑聲更迷人，願再可輕撫你，那可愛面容，挽手說夢話，像昨天你共我。面對理想的我曾經多衝動，抱怨與他相愛能有自由，願你此刻可會知是我衷心的說聲喜歡你，那雙眼動人，笑聲更迷人，願再可輕撫你，那可愛面容，挽手說夢話，像昨天你共我。每晚夜裏自我獨行，隨處望，多冰冷。以往為了自我掙扎，從不知他的痛苦。喜歡你，那雙眼動人，笑聲更迷人，願再可輕撫你，那可愛面容，挽手說夢話，像昨天你共我。
咗失戀啦同埋熱戀啦，其實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嘅。但係最緊要係啲乜嘢呢？最緊要係愛人哋之前呢，最緊要都要先愛自己。咁好啦，咁今日嘅時間係咁多啦，咁但係呢，都要同翻大家講聲預祝大家情人節快樂嘅，祝你哋有情人嘅話呢，終成眷屬。如果冇情人嘅話呢，其實自己都可以係自己嘅最好嘅情人㗎。咁樣咁，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幸福美滿啦。不過幸福還幸福，我哋呢個 channel 都係要 subscribe 嘅，記得乜嘢話？comment、like 同埋 subscribe。冇錯，記得要繼續支持。咦，阿康仲有嘢要講？係啊，仲有 share。冇錯，最緊要係 CLS 我哋呢一個 channel。咁我哋記得再見有時，有緣再見啦，拜拜。拜拜。中意呢條片嘅你記得 like 同 share，仲要 like 我哋嘅 Facebook，follow 我哋嘅IG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啊！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